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豆豆小师弟。今天玩的地图叫做战争机器。听说这个地图里面机械还蛮多的，那今天咱们就全部来玩一遍。然后这边有4个储物箱，咱们全部都来打开一下吧。第一个是物理清除器，第二个是一把能量剑，哎呦，第3个是整一套的黄金护甲哦。哎，这第4个全都是机械，然后还有一个物理清除烟花。但是这些机械好像都不用拿，因为我的背包栏里面已经有一模一样的啦。先来看一下这边的提示牌，哦，是自杀岩浆，没有装备就可以跳下去自杀。好嘞，那接下来咱们放出第1台机械来。哇塞，这是一辆战斗机啊，样子长得一般般，不知道飞起来怎么样。哦，发射器里面已经帮我们装好了火箭弹。OK， 现在我已经坐上来了，那咱们马上启动，看看飞行效果怎么样。啊哈，什么情况？推进器一开，屁股就朝天了，平衡不了啊。嘿嘿，那停稳以后，重新再来试一下。我勒个去了，还是不行啊，直接要翻跟斗了呀。好吧，好吧，那估计要边飞边按住平衡键才可以啊。但是感觉效果也不怎么好，而且还飞不高呢。那算了，这一架发射一些炮弹以后，咱们就不玩了。好嘞，那接下来咱们放出第2个机械。哇塞，这是一个超级巨大的机甲机器人啊！这个看起来好像更好玩的样子哦，而且超威武、超霸气的节奏啊！2只机械手还安装了4个导弹发射器呢。OK， 现在我已经坐上来了，但是看不到我的人哦，只能看到巨大的机械身体。这上面还安装了几个序列器，估计可以边发射导弹边调整各种方向的吧。哎呀妈，果然可以360度无死角旋转攻击的呀！而且机械手还可以朝天空和地面发射的，不错不错，这一架玩起来更爽的节奏。哎呀，糟糕，居然会把自己给炸毁吧？那好吧，这算是机械上面一个缺点吧。那么接下来就是第3辆了，是一架好像就是一架坦克而已哦。这一辆看起来就简简单单了，好像就是上面的大炮可以旋转发射而已啦。再接下来就是第4辆了，这也是一辆装甲车而已啊，只是外观造型跟上一辆不一样而已吧。而且这上面的2门大炮好像还旋转不了的样子啊！哎呀呀，一旋转还把自己的发射器给干掉了呀！那好吧，好像这一辆完全没什么用啊。接下来就是第5辆了，又是一辆导弹装甲车呀，只是上面多了2个发射器而已嘛。这一侧连上面的大炮都旋转不了了，只能开着车子到处乱扫射而已。接下来这个是第6辆了，也是一辆装甲车，2个大炮可以旋转，2个不可以。哎呦，下面2个发射的是脉冲箭，上面2个发射的是导弹哦。然后就是上面2门大炮可以旋转发射，这一台好像还不错的样子。然后这第7个也是一辆超级简单的装甲车，前面只有2个炮筒可以发射脉冲箭的。好了，最后让大家参观一下这里的机械车间吧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、留言、关注哦。最后问一下小伙伴们，你们玩迷你世界到现在做了多少辆机械啦？